继续要来讲这个新冠病毒，台湾已经1个月无出现到本土病例。疫情指挥中心讲，台湾已经进入到防疫的新生活，所以交通部要慢慢来改进。上大先要恢复的是台铁甲高铁的驾驶甲自由座，也毋过挂喙暗甲量体温的措施会一直继续到5日节的连假。另外，这个旅游的市场会相为国内的旅游来开始。 配合防疫，所以车上禁止饮食哦。哦，好的。坐高铁袂使食物件，防疫期间的禁令总算会使放松啊。高铁上这种长时间不能吃东西觉得很痛苦，他觉得应该要开，我们会慎重的考虑了自由座，好，这个部分我们可能会提早开放。 交通部长林佳龙甲指挥中心看法同款，拍算明仔载会定出改进的方案，那同意就会使放松。现在就逆着时钟回去就慢慢一步一步把它解禁。 顺时钟来看，防疫禁令为4月7日开始，台铁高铁规定中节挂喙暗量体温，同时高铁取消连假自由座，台铁取消客票。虽然都是4月7日禁止伫车顶食物件，5月后搁要改禁，先放松车顶会使食物件，甲恢复自由座甲客票。不过挂喙暗量体温暂时未改禁。端午节之前我们还是戴口罩做规定。 迎接防疫的新生活，旅游市场嘛已经准备好啊！景点、游乐场、各大休息站，估计嘛放宽人数的限制。防疫旅游嘛先启动，5月底以踩线团试水温，定出旅游防疫的指引。希望讲大家搁小忍耐一下，无偌久了后，就会使好好出去佚佗。